品啊，哇講出嚟嚇死你！就係佢啲頭髮啦，佢啲胡鬚啦，佢剪出嚟嗰啲指甲啦，甚至佢沖個涼嗰啲水咧，都會攞嚟賣嘅。咁而咧，我上網竟然都仲揾到佢啲頭髮喎嚇，應該係佢啲頭髮嚟㗎，呢個補髮啊嗱，10萬yen仲要係賣咗㗎啦。大家有冇聽過奧姆真理教呢？我相信呢度嘅所有人都應該聽過㗎啦。因為如果你入得嚟中意聽日本嘢嘅話呢，有乜可能呢單嘢你會唔知啊？就係講緊呢個95年嘅沙林毒氣事件喎。嗱，今日呢，我就想講一講呢個奧姆真理教。嗱，我係會講得好詳細嘅，有好多嘢呢，你可能係真係未聽過，又或者你可能知道少少，但係又唔係話好清楚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咁啦。咁我今日呢，就盡量解釋俾大家聽，咁希望大家呢，有呢個耐心聽我講啦，唔好意思啊。好，講來之前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我頻道先，多謝晒。奧姆真理教一開始呢，其實要追溯翻40幾年前嘅，講緊係1980年代初期啊。咁教主呢，就係呢一位麻原彰晃啊，我相信好多朋友都聽過嘅。咁其實佢本名呢，係叫做松本智津夫嘅。咁佢呢，就喺1955年喺呢個熊本縣嘅一個小鎮度出世嘅噃。咁就話佢年輕嘅時候呢，其實同身邊嘅人呢就唔係好同嘅，因為佢感興趣嘅嘢呢，就係普通人呢就唔係好感興趣嘅啫。例如係咩呢？就係嗰啲咩東洋醫學啊、宗教啊、超能力啊、瑜伽等等嘅。咁佢咧就同其他人好唔同嘅，佢好似咧係想追尋自己體內邊咧，好似有種瞓着咗嘅力量咁啊！點講咧？佢會沉醉住一種自己好獨特嘅修行方式嘅。咁其實麻原彰晃呢，佢自細有呢個嚴重嘅視力障礙嘅，佢左眼幾乎係失明嘅，咁右眼嘅視力咧都係有限嘅。佢喺呢個盲人學校嗰度長大啦，所以佢由細到大咧都有唔同嘅成長經歷嘅，即係同一般人係唔同嘅。咁而呢段經歷咧，有啲研究者就認為咧，會唔會就係因為咁咧，所以佢就對呢個權力啦，同埋控制他人咧，就保持一個好執着嘅態度啊。跟住咧，去到1984年啦。佢咧就喺呢個東京嗰度開咗一個瑜伽教室，就叫做奧姆之會。咁其實一開頭咧都係一間細細地嘅瑜伽教室嚟嘅啫，但係我諗冇人會諗得到咧，呢一個咁嘅細細地嘅瑜伽教室咧，會將來轟動成個日本啊！咁開頭都正正常常嘅，但係隨咗呢個時間過去咧，麻原彰晃咧就開始將自己包裝成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存在啊！而佢嗰個咁嘅所謂瑜伽教室啦嚇，亦都開始有啲變質咯噃。咁最初咧，呢個所謂嘅奧姆之會啦，即係呢個瑜伽班啊，其實都只係以瑜伽啦同埋冥想為主嘅一個修行團體嚟嘅。但係咧，會員就越嚟越多喎。咁麻原彰晃就開始覺得，我淨係做一個瑜伽導師，好似滿足唔到我咁喎。之後咧，佢就竟然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有超能力嘅修行者啊！咁麻原彰晃咧聲稱咧，自己曾經咧喺呢個喜馬拉雅山度修行啦，獲得呢個開悟啦，甚至擁有超能力添。咁好啦，開頭就話教瑜伽啫，但教下瑜伽咧，竟然就變做一啲講解輪迴啊、咩業力啊、咩解脫啊，同埋咩末世預言等等咁嘅宗教思想啊！咁對部分呢個追求精神寄託嘅年輕人嚟講啦，呢度已經唔再係一個普通嘅瑜伽班啦，而係一個尋找人生答案嘅地方。到咗1987年前後啦，咁呢個奧姆之會咧就正式改咗名，叫做奧姆真理教嘅。咁而咧，仲喺1989年咧，呢個教團咧仲成功攞到呢個宗教法人資格添啊！咁即係合法咗啦。咁所以咧，一開頭明明一個普通嘅瑜伽班啦，咁就變咗一個宗教嘞噃。咁嗰陣時咧，佢為咗塑造一個自己係特別嘅存在咧，佢竟然同人咁講話自己咧係可以空中浮遊啊，即係空中飄嗰隻啦，然後咧又話佢係唯一一個可以拯救人類嘅人喎。
當呢個教團咧有咗呢一個宗教法人身份之後咧，教團咧就得到咗一定程度嘅社會信任咧，作為呢個後盾嘅。咁佢哋嘅勢力咧就亦都進一步快速擴張嘅。咁當中咧令人震驚就係咧，乜嘢人會參加呢一個奧姆真理教咧？後來發現就係咧啲高學歷嘅人。真係講緊嗰啲咩東京大學啊、京都大學啊、早稻田大學嗰啲名校嘅畢業生啊，甚至連嗰啲研究最尖端科學技術嗰啲理科研究人員啦，都深深被呢個麻原彰晃吸引住㗎喎，佢哋都願意去參加呢個教會喎。咁好多人咧都拗晒頭嘅，點解啲咁高學歷嘅人會走去參加佢呢個咁嘅教會嘅咧？嗱，其實嗰陣時咧就正正就係呢個日本泡沫經濟最輝煌嘅年代啊！咁個個人咧都非常之有錢嘅，總之要乜就有乜噶啦。我諗大家都知噶啦，嗰陣時泡沫時代日本係幾有錢啊，真係啊！所以而家咪咁多廢墟咯。咁所以你可能會覺得更加奇怪嘅就係嗰陣時日本要乜有乜又有錢，點解啲年輕人會咁着迷走去參加呢個教會嘅咧？好啦，咁要理解呢個問題之前咧，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1980年代後半期嘅日本社會先。嗱，當時咧就正正係呢個日本泡沫經濟嘅高峰期嚟嘅。咁街上邊啊，哇！你真係睇到好多好有錢嘅嘢啦，乜嘢都唔缺㗎，講真。但係另一方面咧，有唔少呢個年輕人啦，佢哋嘅內心咧就開始會覺得，唉，要乜就有乜，而家人生有乜意義啊？嗱，所以就係咁噶啦。如果你嘅社會好窮嘅話，你掛住去揾食啊，仲得鬼閒去乜鬼教會啊？係咪？咁就係因為食飽飯冇嘢做啊！呢個我講嘅個人意見，個人意見。咁所以咧，佢哋就要揾呢個人生究竟有咩意義啦。咁當時咧就有好多呢個年輕人咧，想揾呢個人生究竟有咩意義咧，而感到迷茫同埋痛苦噶噃。雖然物質上咧係真係乜都有啦，但係其實佢哋精神上咧係非常之空虛嘅。正正就因為咁樣咧，奧姆真理教咧就睇中呢一樣嘢，佢哋咧就設下咗4個陷阱去吸引年輕人嘅，應該係話點樣去填補佢哋內心嘅空缺啊。第一個陷阱咧就叫做實證主義。咁教團就聲稱啊，只要透過呢個瑜伽啦，同埋冥想嘅修行啦，就能夠咧實際獲得呢個超能力嘅，例如就係空中浮游啊等等呢啲特殊能力嘅。咁而呢種講法咧，正正係配合咗當時日本社會嘅時代背景啊。咁雖然啦，當時日本咧係真係咁有錢啦，要乜有乜啦，但係唔少年輕人咧仲喺度諗緊人生究竟係咩咧？真正嘅幸福究竟係乜嘢咧？咁大家咧都想揾到呢個精神嘅答案嘅。咁就係因為咁咧，當時嘅日本咧就起咗一股呢個神秘學同埋超自然嘅熱潮啊。例如就係呢個超能力熱潮啦，又或者係呢個洛查丹馬斯大預言呢一類末日預言啊。咁當時啦呢啲咁嘅報紙雜誌有成日講啲咁嘅話題，有咩超能力啊、末日預言嗰啲咁啦。咁所以呢個奧姆真理教咧就啱啱食正條水啦。咁再加上咧，佢哋提出咗一種聽落去好似好合理嘅講法啦，就係話咧只要咧你跟隨呢個修行嘅過程啦，你就可以咧得到超能力呢個結果噶啦。就好似做科學實驗咁啫嘛，可以一步一步驗證出嚟嘅。咁呢啲咁嘅説話咧，對於擁有呢一個理科思維啦、習慣講求邏輯同埋驗證嘅年輕人嚟講咧，咁呢套説法咧反而係更加有吸引力嘅喎。咁佢哋嘅求知慾咧就被激發出嚟，最終咧就慢慢咁樣被呢一個教會吸引咗啦。第二個陷阱咧，就係對現代社會嘅全面否定啊！咁當時嘅日本社會咧，頭先講過啦，就係處於呢個泡沫經濟最輝煌嘅時期啦。咁社會咧普遍都相信一條所謂嘅成功方程式嘅，就係你首先要讀大學再揾間好嘅公司，跟住咧升職加人工，咁你就可以盡情享受呢個消費同埋呢個物質生活噶啦。咁呢一套咁嘅人生劇本咧，其實
周圍都係咁噶啦，你想成功你就梗係要入間好嘅大學啊，讀好書啊，揾份好工噶啦咁。咁但係年輕人咧就唔係咁諗嘅，佢哋嘅內心咧都仲係覺得好空虛嘅。咁所以咧，奧姆真理教咧就同佢哋講話：嗱，而家呢個社會咧已經俾物質主義污染咗噶啦，呢一切都冇意義嘅。真正嘅救贖咧，只係存在於喺呢個精神世界入邊啊。咁對於嗰啲成功捱過考試一路行緊精英路線嘅年輕人嚟講咧，咁即使表面上佢哋好成功都好啦，但係內心佢哋一直喺度問緊自己：唔通我嘅人生目的只係得呢一啲嘢？會唔會係成個社會制度本身有問題咧？咁而呢個時候，奧姆真理教咧就講咗一句話：嗱，而家個社會價值咧根本就係錯晒嘅。咁對呢一班精英嘅年輕人嚟講啦，哇！呢句説話簡直好似一個救贖咁啊！嗱，第三個陷阱咧，就係為信徒咧提供一個特別嘅歸屬感啊！即係話咩咧？呢個奧姆真理教咧就唔係淨係叫人去祈禱啊，同埋修行嘅。佢哋咧仲提出啦，所謂嘅用科學去證明真理，同埋咧開發一啲淨係佢哋教會獨有嘅醫療啦，同埋呢個科技出嚟啊！就目標咧係想拯救全世界嘅人嘅。嗱，咁呢樣嘢咧，就對於一啲啱啱入嚟教會嗰啲理科生啊、研究生啊、醫生啊，總之啲後生嘅研究員嚟講咧，聽落去呢個計劃咧非常之有吸引力啊！因為咧教會咧會將啲好重要嘅職位咧交俾佢哋啊。點講咧？因為如果你喺出邊社會嘅話啦，你起碼都要捱好多年咧，先可以做到真正你想做嘅嘢噶嘛。但係咧你入咗教會之後就唔係噶啦，一嚟咧就叫你你幫我哋研究呢樣嘢，你幫我哋做呢一樣嘢，全部都係啲重要職位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對教會有一種好強烈嘅歸屬感啦，同埋覺得自己咧我喺個教會入邊原來咁有用噶喎，好有成就感喎，原來我咁有價值噶喎，咁就搞到呢一班年輕人咧就越踩越深嘅。嗱，第四咧就係用呢個末日預言啦去製造恐懼嘅。咁教祖麻原彰晃咧，佢就宣稱啦，話世界咧即將因為呢個核戰爭啦，同埋大型災害咧走向毀滅嘅，走向滅亡嘅。咁所以咧，佢就不停同啲信徒講話啦。嗱，如果而家我哋唔將真理教傳播出去嘅話咧，人類咧最終係一定會滅亡嘅。咁就話只有咧跟隨我哋教義嘅人咧，先可以生存落去。咁就因為咁啲咁單純但係又有正義感嘅年輕人咧，就俾啲咁嘅思想打動咗。咁信徒咧就開始相信啦，我哋係有責任去拯救世界嘅，我哋係有呢個好大嘅使命喺身啊！咁另一方面咧，佢哋不斷咧就俾呢個教會灌輸個思想，就係話：哎呀，就快世界末日噶啦，就快世界末日噶啦。咁所以就令到好多教徒咧就覺得而家現實社會有嘅嘢咧已經係唔重要啦。於是咧有好多人啦，就竟然係同屋企人啦、朋友啦、同社會之間咧斷絕呢個關係嘅喎，即係斷絕呢個聯繫嘅，甚至咧願意捐出佢哋所有嘅財產俾教會喎。咁最終咧就有唔少人選擇所謂嘅出家，就將自己嘅一切咧奉獻咗俾奧姆真理教嘅。咁奧姆真理教咧就一步一步咁樣啦，對呢個年輕嘅信徒進行呢個思想控制啦。特別就係嗰啲雖然聰明優秀啦，但係內心孤獨對人生感到呢個迷惘嘅年輕人。其實講到呢一度咧，有啲嘢都令人好意外，就係因為如果你以今日嘅角度睇啦，係好難會相信會有呢一樣嘢發生啊。好啦，但係因為呢個1980年代到呢個90年代初期啦，奧姆真理教咧其實係冇被呢個社會普遍視為危險嘅邪教嘅。咁因為咧95年之後大家都知㗎啦，因為呢個沙林毒氣事件所以大家都覺得咧佢哋係一個恐怖組織嚟嘅。但係事實上咧，最初嘅奧姆真理教咧，甚至咧曾經係被部分年輕人咧視為係最前衛啦、最創新嘅新興宗教嚟嘅。咁教團咧當時咧都會積極刊登呢個雜誌廣告啦，仲會喺呢個大學附近嗰度進行呢啲招募活動嘅喎。咁而佢哋宣傳嘅內容咧就唔係話咩一夜發達唔係咩求神拜佛報平安嗰啲而係咧開悟解脫追求真理。
嗱，其實以今日嘅角度睇咧，又真係有啲令人難以置信嘅。點解咧？因為當年嘅奧姆真理教咧，曾經係上電視嘅喎，好正常嘅，你會見到佢喺電視上邊啦。即係無論係啲咩資訊節目啊、綜藝節目啊，甚至係深夜節目都好啦，咁你都可以見到咧奧姆真理教嘅人喺上邊嘅噃。而麻原彰晃本人咧，亦都經常以一個奇特教主嘅形象咧出現喺媒體前邊嘅，例如就係話自己可以空中浮遊啦，有呢個超能力啦，可以預知未來啦。咁呢類説法咧，今日聽落去咧，又真係即係而家我哋呢個時代聽落去咧，又會覺得好荒謬嘅。即係如果突然之間電視有個咁嘅人喺度，我哋肯定會覺得唔係啩，肯定呃人啦，係咪？但係正正當時嘅日本咧，頭先有講過㗎啦，對啲咩超能力啊、神秘學咧，就係熱潮嚟嘅。所以咧，電視台咧反而當咗呢一個宗教係好有趣嘅 topic 去報導。でその苦しみというものを、自分の內側に根付かせた狀態で次のステップに入れ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咁而奧姆真理教咧都好識攞呢啲機會啦，去為自己增加呢個曝光率嘅。咁雖然佢哋係呢個宗教團體啦，但係佢哋嘅宣傳手法咧都幾好積極嘅喎。甚至可以係話好前衛啊！例如就係咩咧？佢哋會自己製作啲動畫片出嚟啦，啲卡通片啊、動畫片出嚟啦，跟住咧再用呢個錄影帶咧去公開發售嘅。咁你可能諗緊佢哋教會嚟嘅啫點樣做動畫？因為而家唔係講緊 AI 年代啊嘛，而家我打兩隻字都做到動畫出嚟啦嘛。但係咧嗰陣時嗰個年代咧，你要做動畫，你真係畫噶嘛，係咪？咁佢哋點樣做得到咧？因為佢哋個教團入邊咧，竟然咧係有一隊叫做 Mahamaya 嘅專業動畫製作同埋剪輯團隊啊！佢呢個成員啦，全部都變咗做信徒嘅。咁佢哋咧就為呢個奧姆真理教整咗一個宣傳嘅動畫出嚟啦。咁好明顯，佢呢個動畫咧係受咗呢一個宇宙戰艦大和號啦，同埋機動戰士高達影響嘅。咁內容係咩咧？就係話麻原彰晃係做主角啦，然之後咧佢就利用呢個超能力咧去拯救世界嘅。咁令人最震驚就係咩咧？佢呢啲咁嘅動畫咧唔乸西嘅喎，非常之高水準嘅，唔係一般人想象嗰啲粗製濫造嗰啲宣傳動畫嚟嘅。咁整咗啲動畫出嚟之後咧，就放咗落去呢個錄影帶上面啦，然之後咧就喺呢個秋葉原啊，好多 otaku 嗰啲地方咧就出售嘅。咁嘅話咧就可以更加吸引多啲呢個中意動畫啦，同埋中意呢個科幻作品嘅年輕人啊。咁佢哋除咗整呢個動畫宣傳之外咧，亦都有呢個作曲嘅好犀利㗎。咁麻原彰晃咧，佢係親自作詞作曲啦，或者咧佢係提供呢個創作嘅概念啦，就俾佢嗰啲音樂團隊嘅人咧幫佢作曲編曲嘅。咁前後咧都作咗幾十首歌㗎喎，你唔好話喎，都非常之有規模同埋都好專業㗎噃。咁其中一首咧就非常之出名嘅，就叫做《尊師進行曲》。之後咧，奧姆真理教咧，仲將佢哋嘅目標咧係伸展到去呢一個政治世界喎，所以你話都幾誇張噶。喺1989年嘅時候，呢個奧姆真理教咧就正式成立咗佢哋嘅政治團體啊，就係叫做真理黨啦。咁佢哋咧更加喺呢個眾議院大選入邊咧派出咗包括呢個麻原彰晃啦，同埋咧24個幹部嘅，即係一共係25個呢個幹部參選嘅。同埋佢哋係認真嘅，因為佢哋抌咗好多錢落去啊。咁啲錢喺邊度嚟咧？冇錯啦，就係啲信徒嘅香油錢啊！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咧，啲信徒咧係甘願咧奉獻晒佢哋自己嘅身家俾呢個教會噶嘛。講緊嘅金額咧係數以億
計嘅。咁教團咧嗰陣咧，仲喺呢個東京好多個選區嗰度啦，安排咗呢個候選人參選嘅喎。當時嘅競選活動咧係非常之誇張嘅。咁好多信徒咧會戴住麻原彰晃嘅個面具嘅話，大家可以睇一睇啊。咁同埋咧着住寫住佢哋教團嘅 logo 嗰啲白色修行衫啊。同埋咧就喺條街嗰度咧就播放呢個麻原彰晃作嗰首歌啦，即係呢個尊師進行曲啦。咁同時咧亦都會配合一啲舞蹈啊，總之成個場面都好奇怪嘅，都唔一啲都唔似係普通我哋見到人哋咧即係叫人投票嗰一啲啊。嗱，其實講真啦，行過嘅人見到就唔會覺得恐怖嘅，即係唔會覺得驚嘅，但佢哋覺得會，咦，做乜有啲咁奇怪嘅人喺度？係咪表演緊啲咩搞笑嘅節目啊？咁其實當時咧，好多人係當咗佢哋一個娛樂節目啦，亦都係當咗佢哋係一個啲奇奇怪怪嘅街頭表演去睇嘅。咁問題就嚟啦，點解奧姆真理教咧佢會做出呢啲參選咁魯莽嘅行為咧嚇，咁嘅決定咧？咁原因就係麻原彰晃佢咧係真心相信自己會贏嘅，佢真係覺得自己會贏嘅。咁佢就認為啦，我而家已經有咁高嘅知名度啦，攞到幾個議席位應該冇問題啊。咁之後咧，我就可以入去國會推動呢個廢除消費稅啦，實現理想嘅社會嘅。咁佢就不停咧向啲信徒咧灌輸呢個思想嘅。但係咧現實又點樣咧？嗱，佢參選嗰25個候選人入邊啦，結果選舉結果其實都幾鬼核突嘅，幾樣衰嘅，同你講係全軍覆沒嘅，而且票數咧係低到得人驚嘅，即係嗰啲你會見到有時選票啦投票啦，可能得1票或者3票嗰啲，你即係你自己睇到都會尷尬嘅，就係嗰一啲啦。咁好啦，麻原彰晃佢咧抌咗咁多錢去搞呢一場選舉啦，點知道結果咧係令佢咁失望嘅？據說啦，佢話今次嘅結果咧係令到佢覺得好大嘅一個侮辱啊！咁之後點咧？佢就對呢個外邊嘅社會嘅敵意啦越嚟越強喎。咁佢哋咧就開始更加相信啦，即係教會就更加相信啦。呢個世界已經係腐敗嘅啦，全部咧都係嗰啲無法理解真理嘅愚蠢人類啊！早期嘅麻原彰晃咧，其實咧主要都係以一名比較優秀嘅瑜伽導師嘅身份出現嘅，即係姑爰啦。但係由呢個時候開始咧，佢對自己嘅定位開始出現咗一個巨大嘅變化，佢唔再滿足於只係一個宗教創辦人啊，逐步咧將自己神格化喎，成為呢個世界上唯一絕對嘅救世主啊！咁隨住教團咧就越嚟越走向危險化咧，其中最明顯嘅變化係咩咧？就係麻原彰晃被不斷神化。對信徒嚟講，麻原咧就已經唔止再係一個教祖啦，即係一個教主啦，而係救世主，係佛陀係基督啊！到最後甚至咧係接近神嘅存在。咁麻原講嘅説話咧就係絕對嘅真理啦，任何人咧都唔可以質疑嘅喎。喺教團內部咧，只要對呢個麻原嘅指示啦，又或者教義產生少少懷疑都好啦，不滿或者任何疑問都好啦，都會被視為咧累積惡業嘅。咁教團咧就利用呢種思想啦，就對信徒咧進行強烈嘅精神控制。甚至咧令到信徒覺得咧用自己個腦諗嘢咧係一種罪嚟嘅。更加令人難以置信係咩咧？我諗大家都諗唔到，我聽完都覺得好核突啊！我同你講當時咧教團咧甚至係會賣呢個麻原彰晃嘅商品㗎，頭先都講過啦。但係我講緊嘅係乜嘢商品咧？哇，講出嚟嚇死你！就係佢啲頭髮啦，
佢啲鬍鬚啦，佢剪出嚟嗰啲指甲啦，甚至佢沖過涼嗰啲水咧，都會攞嚟賣嘅。佢飲過嗰啲水咧，我唔知佢攞翻出嚟點樣啦，但係佢都攞嚟賣嘅喎，都有人買嘅喎。點解咧？因為信徒咧相信啦，只要接觸到呢一啲嘢咧，就有呢個尊師嘅力量啊，吸收到佢啲力量啊。我唔知咩意思啦嚇。咁今日聽落嚟咧就好荒謬啊，但係當時咧有好多人係出好高價錢去買㗎，講緊唔係話幾百英幾千英咁樣嘅，有啲係幾十萬啊、10萬啊、幾萬英咁樣買嘅。嗱，咁同埋咧，就順便提一提就係咧，有好多人可能都會諗一樣嘢啊，就係其實呢個麻原彰晃有冇同嗰啲女信徒有關係嘅咧？嗱，係有嘅，後來報道出嚟就話，教會咧會揾一啲女信徒啦，就話咧你需要特別嘅修行啦，高級嘅咩靈性指導啊乜乜嗰啲咁樣啦。就要求咧啲女信徒啦，就同呢個麻原彰晃咧同房嘅。嗱，咁最後都會有訪問過一啲女信徒，其實佢哋都有話過咧，有時都有諗到唔想同埋有疑惑嘅，但係因為咧始終係最高領導咁樣問佢哋啊嘛，所以佢哋又唔識反抗喎。同埋最誇張嘅就係咩咧？呢個麻原啦，佢係會控制埋咧教會入邊嗰啲男女關係，甚至係生育關係咁樣嘅，即係生育問題啊嗰啲咁，即係會安排你同佢結婚咁樣嘅嚇，即係好多邪教都係咁噶啦。嗱，同埋咧，其實麻原佢係有合法嘅妻子喎，叫做松本之子嘅喎。咁同埋佢哋都係有仔女嘅。嗱，佢個女咧係有出書嘅，但係如果你睇翻佢個女咧，個樣係好正常嘅。你唔會覺得你老豆就係呢個麻原彰晃，就唔會嘅。好啦，呢啲題外話啦嚇，咁我哋再講翻啦喎。咁參選咧就衰咗啦。然之後喺同一個時期咧，呢個教會咧開始就正式推行所謂嘅出家制度啦喎。咁教會咧就不斷啦咁要求信徒啦要放棄原本嘅社會生活啦，將自己所有嘢就奉獻俾呢個教會嘅。咁一旦出家啦嚇，信徒咧就要將自己嘅存款啦、自己嘅不動產啦、保險啊、車啊等等財產咧，全部奉獻俾教會嘅，然後咧就入住呢個教會設施啦，過住呢個集體生活嘅。咁同時咧，信徒咧就要同外界嘅聯繫啦，斷絕嘅，即係唔可以同屋企人啊、同佢哋嘅朋友聯絡嘅。而佢哋亦都灌輸咗俾呢個信徒一種思想啦，就係話咧，父母同埋即係你哋嘅父母啦，係一班咧無法理解真理嘅可憐人啊！佢哋係俾呢個世界嘅慾望咧污染咗嘅，甚至咧可能係呢個阻住修行嘅惡魔添。結果咧，就連最基本嘅家庭關係咧，都係被徹底破壞咗嘅。咁由呢種封閉嘅環境之下咧，信徒咧每日都會接觸到啦，全部都係呢個教團，即係呢個教會嘅思想啦。咁由朝到晚咧，都係同一種呢個價值觀啊。點講？不停喺度同你灌輸，你又同出邊嘅社會咧係零接觸喎。所以咧，好多信徒就係咁樣咧，越踩越深啦。原本咧呢個教會只不過係教瑜伽嘅啫嘛，但係咧就逐漸咧將呢個總之將呢個修行咧就個方式變得越嚟越奇怪嘅，係徹底咧想摧毀呢個信徒嘅心靈啊、身啦、思想啦。例如係咩咧？同你講啊，就係話咧佢哋嘅瞓覺同埋飲食咧都係限制住嘅。咁出家嘅信徒每日咧淨係俾瞓幾個鐘頭嘅啫，咁嚴重嘅時候咧，甚至一日淨係俾你瞓1至2個鐘頭嘅啫。咁飲食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嚴格限制住你嘅。咁信徒咧淨係可以食所謂嘅健全食嘅。通常咧就淨係呢個紅蘿蔔啦、白蘿蔔啦、呢啲蔬菜湯嗰啲咁嘅嘢咧，總之非常之素食㗎。咁營養咧係相當有限嘅。除此之外咧，仲有呢個高溫修行啦，都幾得人驚嘅，聽落去啊。咁信徒咧就會被關喺一個好似密室啦，嗰啲一個人嘅修行房啊，總之一
一個好細嘅房咁困住你。咁間房入邊嘅溫度咧係調到去40至到50度嘅，咁有時甚至係更加高嘅。咁信徒咧就要喺呢個咁極端嘅高溫環境之下咧逗留好長嘅時間啦，仲要不斷咧念經，念呢個曼陀羅嘅經文。咁其實從呢個生理角度嚟睇啦，長期缺乏睡眠啦、營養不足啦，再加上極端嘅環境壓力之下，會令人嘅大腦咧逐漸失去呢個判斷能力嘅。有啲人咧甚至係出現咗幻覺啦，又或者變得更加容易相信其他人講嘅嘢嘅，失去咗呢個獨立嘅思考能力。咁教會咧就係令咗呢一點啦，佢哋就同信徒講就話嗱，你只要捱過呢啲苦恨咧，身上嘅嗰啲污糟嘢咧就會消失㗎啦，越辛苦咧就越接近呢個解脫啦。結果咧有唔少信徒咧，不但係冇反抗啦，反而咧主動將自己咧逼到逼向呢個身體嘅極限啊！咁而教會咧正正就係透過呢種方式咧，一步一步咁樣剝削信徒嘅判斷能力啦，同埋意志力啦，令佢哋更加容易咧受到控制嘅。嗱，即使啦，只係頭先講到嗰啲咁嘅修行內容咧，其實都令人覺得係好異常噶啦。但係當時嘅信徒咧，又真係信㗎喎。只要承受咗痛苦咧，就可以接近呢個開悟㗎啦，就可以解脫㗎啦。咁而且教會咧，仲唔止停留喺呢個精神控制層面啦，佢哋甚至咧會自行開發一啲好奇怪嘅裝置㗎喎。呢一個咧，有時電視機重播呢個麻原彰晃事件嘅時候咧，我都成日諗緊，哇！呢嚿乜嘢嚟㗎？俾大家睇一睇啊！就係呢一個啦。嗱，呢個係真理教入邊咧好出名嘅頭盔嘅，叫做信徒咧需要將呢個頭盔啦戴咗喺個頭上面啦，而教會咧就會聲稱啦，透過呢個頭盔就可以接收到麻原彰晃嘅腦電波。咁換句話講，信徒咧能夠直接同呢個教祖進行精神層面嘅連接。以今日嘅科學角度嚟睇啦，呢種講法簡直係冇科學根據嘅。但係當時嘅信徒咧又真係深信不疑嘅喎。咁更加嚴重咧就係咩咧？就係後來調查先發現到啦，教會入邊咧內部其實係用過一啲LSD 嘅呢啲咁嘅迷幻藥物嘅。咁透過藥物產生嘅幻覺啦，呢啲咁異常嘅感官體驗啦，甚至咧所謂嘅神秘體驗啦，信徒咧就會以為自己真係入咗去一個更高層次嘅精神境界啊！咁信徒佢哋自己咧就梗係以為啦，呢啲梗係修行嘅成果啦，但係其實咧呢一啲只不過係藥物啦，同埋洗腦做出嚟嘅幻象嚟嘅啫。咁而真正令呢個奧姆真理教由危險邪教啦變成呢一個恐怖組織嘅關鍵咧，係一個所謂叫做 Poa 嘅思想啊。咁原本呢個 Poa 咧係源自呢個西藏佛教嘅一個概念嚟嘅噃。而奧姆真理教之所以唔再只係反社會邪教啦，最終咧更演變成進行呢個無差別大規模殺人嘅武裝恐怖組織。最大原因之一咧，就係對呢個概念嘅扭曲解釋嘅。喺原本嘅西藏佛教之中啦，呢個 Poa 咧係一種神聖嘅修行同埋儀式嚟嘅，意思就係咧意識轉移啦，或者係靈魂轉身嘅。當一個人臨終嘅時候啦，就透過呢個高階冥想啦，同埋呢個宗教儀式啦，引導亡者咧嘅意識進入一個更高層次嘅世界嘅。例如就係冇痛苦嘅淨土啦，幫助佢獲得更好嘅轉身啦。咁原本係一種關於死亡同埋救贖嘅宗教修行嚟嘅，但係呢一個概念啦，去到真理教手上咧，佢哋就扭曲咗成個意思喎。咁麻原彰晃咧就提出咗一個好極端嘅理論啊，佢就話咧，有啲人如果繼續生存落去咧，只會不斷累積呢個惡業嘅，最後死咗一定會墮入地獄。如果而家就殺咗佢嘅話，反而咧可以阻止佢繼續做業仲可以令到佢轉身咧去一個更高層次嘅世界添。換句話講咧，咁麻原咧就將殺人咧包裝成係一種救贖啊！佢宣稱咧話
波華咧波華對方佢意思波華呢個字，佢話波華對方咧其實係拯救對方係最高層次嘅善行啊。但係事實上咧，真正嘅西藏佛教從來係冇將波華啦解釋成為呢個奪取他人生命嘅概念啦，更加唔存在咧殺人即係救人嘅意思啊。但係呢種理論咧，就竟然俾麻原佢扭曲晒喎。咁當然啦，呢種咁嘅所謂觀念喺正常社會嚟講就梗係冇可能被接受噶啦。但係大家諗下喎，嗰啲信徒咧係長期與外界斷絕咗呢個隔絕咗嘅，咁同埋咧佢哋一直都被洗腦點講即係頭先講嗰啲啦，戴住咁嘅頭盔俾嘢電啦同埋要入間房焗住成40-50度啦不停咁樣日日喺度叫念經咁啦，所以咧對呢啲咁脆弱嘅信徒嚟講咧就好容易相信啊。咁後來咧，成個教會咧都開始覺得要拯救他人嘅神聖行為咧，就係要將佢哋殺死啊！咁其實由呢一刻開始咧，奧姆真理教就唔單單淨係一個宗教團體啦，而係慢慢變成一個犯罪組織嘅，甚至係恐怖組織嘅。喺1989年嘅11月4號啦。住喺呢個橫濱市嘅一個律師咧就唔見咗喎，咁佢咧就叫做坂本提當時咧淨係33歲嘅啫，同埋佢失蹤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得佢一個人嘅，係佢個妻子坂本都子啦，同埋佢得1歲嘅仔咧坂本龍彥咧，係一家3口咧突然之間人間蒸發咗嘅。咁事件發生咗之後咧，警方咧最初係將呢單案作為一般嘅失蹤案去調查嘅啫，但係後來揭發咗真相之後咧，都震驚咗成個日本社會嘅。當時嘅坂本律師咧，其實佢係一直協助緊呢個奧姆真理教嘅受害者家屬嘅，即係話我個女咧就參加咗呢個教會，就完全聯絡唔到佢啊，你幫我去揾佢啦，你幫我去救佢啦即係有唔少人咧係有求助嘅向呢個律師咁坂本律師咧就收集咗大量呢個受害者嘅證詞啦，咁就開始咧正式同呢個真理教咧對抗嘅。咁當時咧坂本律師咧準備係同呢個電視台接受訪問嘅，咁其實訪問嘅內容係咩咧？就係揭發呢個真理教啦批評佢哋啦咁其實咧電視台已經係完成咗呢個採訪同埋錄製工作㗎啦，但當呢個真理教嘅高層知道呢個節目咧係將會出街嘅時候咧，就即刻打電話去電視台啦抗議嘅同埋佢哋咧就向呢個電視台施壓嘅，話如果你播呢個節目出嚟咧，我哋就會採取呢個法律行動嘅。咁而呢個過程之中咧，發生咗一件咧之後俾好多人都批評嘅事呢個大家真係要聽一聽啦。就係電視台部分嘅製作人員啦，竟然啦就向呢個奧姆真理教嘅高層啦播咗原本未播出嘅坂本律師訪問片段。咁喺個錄影片段入邊咧，坂本律師咧係以呢個理性啦同埋邏輯方式咧，就詳細去批評呢個奧姆真理教啦，作為一個宗教團體嘅欺騙性咁睇完之後，奧姆真理教嘅高層啦同埋麻原彰晃咧，就感到好大嘅危機感佢哋認為咧，如果俾坂本律師咧繼續咁樣落去，即係繼續咁活動落去嘅話咧，教會嘅真面目咧遲早都會俾全日本知道嘅。到時咧，教會就會面臨呢個滅亡㗎啦。最終咧，電視台咧係因為受唔住呢個教會嘅壓力啦，就臨時咧取消咗原定播出嘅呢個內容嘅。咁所以坂本律師咧原本錄好咗嗰條片啦，即係佢點樣批評、點樣講嗰條咧，係當時冇透過呢個電視咧播出嚟嘅噃。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啦，條片冇播到俾公眾啫，但係奧姆真理教入邊嘅高層係睇咗嘛，因為電視台內部有人俾佢睇咗嘛，所以之後咧就好多人批評呢一件事。咁雖然咧節目咧係被取消咗嘅，但係教會咧消滅呢個坂本律師嘅計劃咧係冇停止到嘅。喺呢個波瓦思想嘅影響之下咧，教會咧做出咗一個好極其恐怖嘅結論就係為咗保護教會啦，我哋一定要咧將呢個坂本律師波瓦佢，即係要將佢殺咗嘅，要將佢殺死嘅。
之後咧埋完張房咧就落 order 啦，叫佢啲幹部啦衝入去呢個坂本律師屋企咧，將佢哋一家三口殺咗嘅。但係令人震驚嘅就係咧，呢單案咧當時咧係冇被即時曝光㗎。咁雖然咧警方一直都高度懷疑呢個奧姆真理教係有啲古怪㗎啦，但係都揾唔到啲乜嘢決定性嘅證據嘅。咁遺體亦都係下落不明嘅，目擊證人咧亦都係冇乜嘅。咁所以咧係一直都咩都查唔到嘅。去到1995年啦，咁奧姆真理教入邊入邊有幹部啦，先至向呢一個警方咧講出佢哋嘅埋屍地點嘅。咁1995年係點解咧？因為呢個沙林毒氣事件拉咗啲人翻嚟啊嘛。咁之後係講咗佢哋係殺咗呢個坂本律師一家嘅。咁好啦，坂本律師一家被殺咗之後啦，咁95年之前咧，大家都仲未知道兇手係邊個，即係有懷疑真理教有啲奇怪嘅，但係都冇證據啦。頭先都講過啦。咁好啦，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埋完張房佢嘅思想就越嚟越極端啊！佢就覺得啦，而家啲人實在係太蠢啦，即係因為佢落選咗參選唔到嘛，所以佢一直都唔鋸嘅，挫住條氣嘅。咁佢就覺得啦，而家啲人類咧冇可能再用呢個正常嘅方式去拯救佢哋啦。既然合法嘅手段行唔通嘅話咧，就只可以用武力咧去推翻國家。所以咧就喺1990年春天開始啦，奧姆真理教咧就正式將呢個重心啦轉移到呢個生物武器同埋化學武器嘅研究上邊噶噃，包括有咩就有呢個肉毒桿菌啦，同埋沙林毒氣等等嘅危險武器嘅。咁開始咧就做呢個研究開發計劃啦，佢哋。咁與此同時咧，教會亦都喺日本咧各地啦積極擴張勢力喎。90年代嘅時候咧，奧姆真理教咧就先喺呢個山梨縣嘅上九一色村同埋呢個熊本縣嘅波野村等等咁偏遠嘅地區咧，大量買入呢個土地啊。咁亦都咧起咗好多呢個大型設施啦，就安排咧一啲出街嘅信徒啦集體搬入去住噶噃。咁而呢啲設施咧有個好出名嘅名嘅，即係佢哋會叫呢啲設施做一個名嘅，就叫做沙提安。咁呢個名稱咧源自嚟呢個梵文嘅喎，意思就係真理啊。嗱，咁呢啲沙提安咧，即係呢啲設施啦，佢哋叫沙提安。咁就係封到密晒嘅。你哋入咗去住之後咧，你係唔可以同外界接觸噶，即係好似同坐監冇乜分別啦。咁就唔可以睇電視啦，唔可以睇報紙啦。咁由朝到晚咧，淨係可以聽到呢個埋完張房嘅講道屬於一個全部密封嘅環境啊。咁頭先都講過啦，佢哋係買咗啲土地起呢啲咁嘅沙提安噶嘛，呢啲咁嘅設施噶嘛。咁附近開頭一定係有人住噶嘛，係咪？冇錯啦，就係好多居民咧就見到突然之間點解附近起咗咁多咁奇怪嘅嘢咧？其實佢哋咧全部都好不安嘅陸續咧就有一啲人咧出嚟反對嘅。但係真理教咧就一步都唔讓嘅，佢哋開始監視啲居民啦，威嚇啲居民啦，甚至咧仲不停向啲政府部門嗰度做出投訴啦，同埋呢度告嗰度告咁樣嘅，好中意告人嘅佢哋啊。咁教會同埋社會之間咧嗰種敵對關係咧就越嚟越嚴重啦。就喺呢段時間咧，奧姆真理教咧終於開始製造呢個沙林毒氣咯。咁沙林咧係一種神經毒氣嚟噶啦，咁就係屬於呢個極度危險嘅化學武器啊！只要少少咧都足以咧可以奪去人嘅生命噶啦。咁正常情況之下咧，呢類物質咧應該係受到呢個國家級別嘅嚴格管理嘅。但係咧，奧姆真理教咧竟然喺沙提安設施入邊自己去研發同埋生產喎。咁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就係奧姆真理教入邊咧有好多精英嘅，呢啲理科精英一係就係呢個東京大學大阪大學等等名校生咧畢業生研究生咩都有嘅，所以要研究呢啲毒氣咧對佢哋嚟講咧都唔係冇可能嘅噃。咁佢哋咧就喺呢個富士山山腳啦，即係呢個上九一色村啦。其實好得意嘅就係呢個富士山樹海入邊啦，係有條村咧係叫做上九一色村嘅。突然之間會有條村喺入邊嘅，呢個我遲啲講一講點解會發生呢個咩事啊。好，咁
佢哋咪起咗好多呢啲大規模設施嘅，就叫做沙提安嘅。咁佢哋咧就喺呢個第七沙提安入邊咧做呢個化學研究嘅。咁其實都幾得人驚嘅，就係呢啲教友咧呢啲信徒咧，佢哋唔認為自己係做錯事啊，佢哋唔認為自己做嘅嘢係唔啱嘅，因為佢哋真心相信啦，末日咧即將來臨嘅，佢哋相信咧未來有一日咧自己係一定要同呢個國家開戰嘅，世界係即將毀滅嘅，而最後能夠生存落嚟嘅咧就淨係得奧姆真理教嘅，咁所以咧真係好瘋狂嘅成件事。好啦，時間咧就去到呢個1994年嘅6月27號喎，咁喺長野縣嘅松本市嗰度咧，喺呢個城市突然之間發生咗一單非常之離奇嘅事件啊！咁當晚咧喺呢個松本市入邊一個住宅區嗰度咧，有大量嘅居民咧就突然之間出現身體不適喎，咁有人就話隻眼好痛啊，呼吸好困難啊，好想嘔咁樣嘅，咁之後情況咧係越嚟越嚴重嘅，有好多救護車咧都去到現場，將大量嘅傷者咧就送到入醫院嘅，但係最奇怪嘅就係咧冇人知道究竟發生乜嘢事喎。最後咧就係造成8個人死亡啦，超過600個人係受傷嘅，受害嘅。最後咧係成為一個非常之嚴重嘅重大事件添。但係當時就冇人會諗到啦，呢件事竟然咧係呢個沙林毒氣嘅襲擊啊！咁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我想講咩㗎啦，就梗係呢個奧姆真理教嘅所為啦。但係嗰陣時咧。奧姆真理教嘅目標咧，原來唔係住喺度嗰啲居民嘅，呢樣嘢聽落去都好震驚嘅。其實佢哋真正想殺嘅咧係個法官。咁因為當時呢個奧姆真理教咧就捲入咗去一宗呢個土地交易嘅訴訟入邊啦，咁教會就認為咧個法院咧應該係會作出一個對佢哋不利嘅判決啦，咁於是咧佢哋咧竟然咧係打算直接啦消滅負責呢單案嗰個法官，咁教會咧就計劃咗喺呢個法官個宿舍附近嗰度散佈呢個沙林毒氣啊。但係個計劃咧就出現咗一啲偏差喎，因為咩事咧？因為當晚個風向咧就改變咗，吹咗另一邊啊，所以咧呢個沙林毒氣咧就冇集中喺呢個法官嗰個宿舍附近啊，反而係擴散到更加大嘅範圍啦，就結果咧大量無辜嘅人咧就被波及嘅。咁而事件之後咧，警方就一直查唔到原因啦嚇，咁甚至咧有懷疑一個居民咧係犯人嘅，咁佢個名就叫做河野義行啊，但係其實河野先生咧佢自己本身都係受害者嚟，咁當晚咧其實佢個妻子咧都係中毒咧暈低咗嘅，咁亦都佢自己都係受到呢個沙林毒氣嘅影響啦，佢都係受咗傷嘅，而且咧佢係第一個啦最早報警啦同埋通知消防部門嘅人之一嚟嘅喎，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好多呢個傳媒咧就將呢個焦點就放喺河野先生身上啦，甚至咧報道話佢就係兇手啦。嗱，點解會咁咧？即係點解會懷疑佢咧？因為咧河野先生佢平時咧就好中意園藝同埋曬相嘅，咁同埋佢屋企倉庫咧就擺咗一啲農藥啦同埋化學用品嘅，咁於是咧呢啲資料咧就俾啲傳媒咧大肆報導嘅，咁連日嚟咧電視台嗰啲咧都不停將個矛頭指向佢嘅喎，但係事實上其實河野先生本身都係受害者嚟嘅，而且係最慘嗰個添。佢太太咧就受到呢個沙林毒氣影響啦，留低咗一個好嚴重嘅後遺症嘅。咁之後好多年咧都未正式可以恢復呢個正常嘅意識㗎。咁至於真正嘅兇手係邊個，就梗係呢個奧姆真理教啦。但係呢一樣嘢咧係要到更加後期咧先俾人發現嘅。但係其實而家諗翻轉頭會覺得點解當時冇人會懷疑呢個教會咧？嗱，其實原因就好簡單，應該係話啦，因為當時嘅日本社會啦，根本冇人會諗到一個宗教團體咧會做到呢啲咁嘅化學武器出嚟啊！經過呢個松本事件之後啦，咁教會入邊咧就漸漸啦，就越嚟越有自信啦，就開始覺得，咦，我哋真係做得到喎，我哋製造到呢個沙林毒氣喎，我哋可以真係用得到喎，而且警方係查唔到添喎。
之後教會咧就進一步激進化，佢哋咧完全相信咧自己係可以同呢個國家咧全面開戰嘅。咁隨著呢個時間過去咧，麻原彰晃就開始宣稱啦，國家咧正喺度攻擊緊我哋真理教而佢口中嘅敵人咧，甚至唔係淨係日本社會咁麻原咧就同啲信徒講話咧，教團嘅沙提安啦，即係佢哋啲設施附近咧，就有好多呢個美軍嘅直升機不停喺度散播啲毒氣同埋用呢個電磁波攻擊教會咁嘅嚇。咁佢又講得好認真嘅喎。咁除此之外啦麻原咧亦都大力去宣傳各種呢個陰謀論咁佢聲稱啦，世界咧其實係一直被呢個某一種神秘力量去控制住啦，例如呢個咩共濟會猶太陰謀論等咁樣啦。咁佢就話啦，呢班人咧一直都喺度幕後啦，即係喺幕後操控緊呢個世界同埋美國嘅。咁我哋咧擁有呢個真正嘅能力去救贖世界嘅真理教啦，就因為實在太強大啦，所以佢哋咧就成日打壓我哋。總之咧就講到自己呢個教會咧係一個受害者咁。咁其實今日即係我哋睇翻轉頭咧，根本呢啲全部都係毫無根據嘅説法嚟嘅，但係信徒咧又真係信嘅喎。咁麻原咧就講到啦，啲日本政府警察律師法院傳媒冚唪唥都係我哋真理教嘅敵人嚟嘅，而更加可怕嘅就係咧，信徒咧全部都信喎，而且咧佢哋慢慢都開始覺得恐懼。有人咧就好擔心啦，就話：哎呀，我哋教會咧就快被消滅啦！我哋一定要保護尊師保護教主。咁就係因為呢一種所謂嘅恐懼啦，就令到咧佢哋合理化咗成件事咧，去進行呢個大規模嘅攻擊行為嘅意思，即係話沙林毒氣事件啦。好啦，講到去1995年啦，警方咧終於開始逐步掌握到呢個真理教嘅可疑活動啦。就喺呢個上九一色村佢哋教團嗰啲設施即係呢個沙提安附近咧調查人員咧就發現咗一啲沙林毒氣殘留嘅成分，咁警方咧就開始懷疑啦。松本沙林毒氣事件同埋呢個坂本律師一家失蹤案，唔通都係同呢個真理教有關係？警方咧開始咧就進行呢一個大規模搜查咯，目標咧就係直指奧姆真理教每一個據點佢哋每一個地方而教會呢個高層咧，亦都收到消息佢哋知道咧，警方咧會採取行動啦。如果搜查開始嘅話咧，咁第7沙提安內部嘅化學工廠大量呢啲咁嘅危險物品呢啲咁嘅藥品武器等等呢啲證據咧，就有機會咧被曝光嘅。所以嗰陣時咧，佢哋就諗緊點算好咧，俾佢哋一查嘅話，咁我哋就全部瀨晒嘢噶咯噃。後來咧，佢哋竟然諗到一樣嘢出嚟咧，去諗住轉移警方嘅視線嘅，就係呢個東京地下鐵沙林事件啦。其實佢哋係想點咧？佢哋係諗住啦，透過啲咁大規模嘅恐怖襲擊啦，就令到呢個東京陷入呢個混亂啦，就可以阻住咧警方去查佢哋。因為佢哋相信咧，只要首都陷入呢個恐慌啦，警方同埋政府部門咧都會優先去處理呢個危機嘅，所以咧佢哋去諗住去呢個沙提安，即係去搜查佢哋嘅計劃咧，自然就會受到影響即係佢哋係咁樣諗咯。喺1995年3月18號深夜到19號咧，奧姆真理教啲高層咧就開咗一場改變日本歷史嘅秘密會議喎。咁當時咧呢個麻原彰晃咧就正由呢個山梨縣嘅上九一色村啦，就去緊東京嘅。咁而會議地點咧，竟然就係佢專用嘅豪華車入邊就係呢個日產嘅 President 嘅禮賓車入邊啦。咁後來呢場會議咧就被稱為豪華車密謀會議啦。咁嗰時咧，麻原已經係掌握咗可靠嘅情報，就知道警方係會3月22號咧走去佢哋嗰度咧做呢個大規模搜查嘅。咁於是咧，佢就將主要嘅幹部咧全部叫晒上車啦，然之後咧就開緊車途中就開會咯噃。主
主題好簡單，就係點樣可以阻止警方搜查，點樣去保住我哋嘅教會呢？咁討論之下咧，高層咧就得出咗一個非常之極端嘅答案喎，就係令到東京陷入混亂啦啊！如果喺地下鐵咧散播呢個沙林毒氣嘅話咧，咁東京就會出現前所未有嘅大恐慌啊！咁到時嗰啲咩警察啊、消防啊、政府機關啊，全部都要被逼投入呢個大量人手去應付呢個危機啊！咁而教團咧，亦都希望可以借此拖延呢個警方嘅搜查時間啦。所以咧，地下鐵沙林事件咧，其實唔單止係一場無差別嘅恐怖襲擊啦，同時亦都係咧企圖阻住警方搜查一個作戰計劃嚟嘅。咁之後咧，好多名呢個教團嘅幹部啦，都被選出嚟參與呢個行動啦。咁全部亦都係對呢個麻原最忠心嘅核心成員嚟嘅。嗱，當中有咩人咧？哇，都好猛料嘅，就係有醫生啦，有研究員啦，有科學家啦，有唔少人仲有呢個國家嘅專業資格嘅添。咁而成個行程咧都相當安排得相當之仔細嘅。咁有人咧就負責實際啦，散播呢個沙林毒氣啦，有人就負責接應啦，有人咧就負責開車接送啦，每個人都有個角色嘅。咁後來咧就喺呢啲證詞入邊咧就有講到話咧，呢場行動咧係保護尊師嘅聖戰。時間終於去到1995年嘅3月20號星期一啦。咁朝頭早5點鐘咧，東京咧啲人咧都好似日常咁樣啦，返工放工咁啦。奧姆真理教嘅人咧就開始行動咯喎。咁佢哋點樣行動嘅咧？就係佢哋身上咧帶住幾個嗰啲膠袋啊。咁啲膠袋入邊咧就裝晒呢一啲液體嘅啦，已經。咁當然啦，呢啲液體係乜嘢嚟咧？冇錯，就係沙林毒氣啦。咁呢度少少講一講啦。咁沙林毒氣咧就係當年由呢個納粹德軍開發出嚟嘅軍用神經毒氣嚟㗎，即係少少啦嚇，都已經係可以攞命㗎啦。咁而呢啲毒液咧就被包裝喺啲好普通嘅報紙入邊㗎喎。咁睇落去咧就好似一個上班族啦，拎住一啲嘢咁樣啦，咁入去上車啦，就冇人會諗到原來佢拎住呢啲咧係可以足以殺死幾千人嘅致命武器嚟㗎噃。跟住呢班人咧就各自行動啦，目的咧就係呢個東京嘅交通網核心地鐵啦。好啦，講緊朝頭早8點鐘啦喎，咁東京咧就已經係非常之多人㗎啦，好多人都返工㗎啦。咁車廂入邊咧都係擠滿呢個乘客嘅。今次嘅行動目標咧就係包括入比谷線啦、丸之內線啦，同埋呢個千代田線嘅。咁而所有列車咧都有個共同嘅方向個，就係呢個霞關站啦。咁霞關站係邊一度咧？就係日本政府核心嘅所在地啊！啲警察廳呢個各大嘅中央省廳法院機關全部都集中喺呢度附近嘅。8點幾過後咧，5個執行者咧幾乎都開始同一時間開始行動嘅。佢哋將咧包住嘅報紙咧入邊嗰個沙林，即係嗰個膠袋入邊咪有沙林毒氣嘅，佢咧就放咗喺地下嗰度啦。然之後咧就用把遮個頭啦，就去篤一篤佢，吉穿佢嘅。咁好啦，個袋穿咗啦喎。咁之後咧就其實乜嘢都聞唔到㗎，無色無味㗎。但係咧就有啲液體咁流出嚟咯。但係咧就因為係透明啦，你係點講咧？大部分嘅乘客咧就以為係倒瀉嘢啫，所以都冇乜點樣去為意嘅。咁同埋車廂嘅暖氣咧，更加係加速咗呢個液體蒸發啦。咁你無聲無味，摸唔到，睇唔到，咁所以好快呢個咁嘅死亡氣體咧就充滿咗成個車廂啦。咁最初出現咧就唔係啲咩突然之間暈低嗰啲咁嘅嘢嘅，就係有啲人開始啦，隻眼咧有少少痛啊，有少少刺痛啊。咁有人咧就發現啦，燈光咧突然之間變得好暗啊，意思即係佢哋隻眼咧好似睇得唔係好清楚啦。咁同埋有人開始咧就係呼吸困難嘅。但係咧，好多人細都估唔到啦，會係恐怖襲擊喎。有啲人咧就以為可能係身體唔舒服啦，又或者架車有咩故障啦，又或者係會唔會係煤氣泄漏等等等等咁樣啦。咁所有人咧都諗住去保持冷靜嘅，但係好快咧已經係有人啦開始慢慢咁暈低咯噃。
一個接一個咁樣暈低啦。咁因為架車就啱啱到咗下一個站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可能一落車咧就冇咗意識嘅，有啲人就喺月台嗰度暈低咗啦，有啲人就行樓梯途中咧就覺得冇力再企翻起身啦。咁有啲人咧就係不停咁嘔啦，不停咁咳啦，全身咧就好似發羊吊咁樣，即係喺度抽搐啦。咁就好多人咧就叫快啲叫救護車啊、救命啊咁樣嘅。我諗大家應該都有睇過啲片段啊、啲新聞嗰啲都播過噶啦。咁而咧有好多呢個救護車有啲人咧都走嚟救人嘅，但係個問題係咩？就係佢哋都唔知道究竟係乜嘢事，所以有好多呢個救人嘅人啦入咗去之後咧，佢哋自己都係中咗招嘅。咁同一時間啦，東京都嘅中央區啦呢個聖路加國際病院咧，亦都出現咗即係好異常嘅情況，就係開頭咧都係幾個人咁送入嚟嘅啫嘛，但係之後咧就變成幾十個人咁樣入嚟啦，咁再變幾百個人，即係成個醫院都陷入咗呢一個混亂嘅。咁好多人都覺得奇怪，點解會突然之間咁多人有差唔多咁嘅症狀嘅咧？咁佢哋嘅瞳孔咧話係會異常收縮啦，同埋咧嚴重呼吸困難啦，咁有啲意識障礙啦，咁即係症狀啦，就唔似一般嘅中毒嘅。後來咧就有部分嘅醫療人員啦，就諗到一個俾人即係覺得好心寒嘅可能性啦，就係話哇，會唔會係沙林毒氣啊？咁當時咧，連啲醫生都覺得好難以相信嘅，因為咧沙林咧係屬於呢個軍事級嘅化學武器嚟嘅，咁正常係會用喺戰場上面嘅，就冇人會諗到咧，竟然喺東京地下鐵咧會有人用啲咁嘅武器。咁當時咧，日本電視台就所有節目都中斷晒，全部都係播呢單新聞嘅。咁我諗當時香港應該都係有冇直播我就唔知啦，不過肯定都係有播嘅。嗰陣時咧係大陣仗到啦，連嗰啲自衛隊化學防護部隊全部都派晒去現場嘅。咁當時咧，雖然醫院嗰度可能有人懷疑係呢個沙林毒氣啦，但係亦都有其他懷疑會唔會係咩爆炸物咩工業事故毒氣洩漏總之冇人會諗到係即係冇人可以 confirm 到係呢一個沙林。好啦，就喺呢個另一邊啦，呢個奧姆真理教嘅高層咧就睇緊呢個電視嘅新聞直播，咁佢哋就覺得咧自己成功咗啦，佢哋就相信咧而家搞到咁大陣仗咧，警方就唔會有時間走去查我哋教會噶啦，咁強制搜查應該可以都停啦，係咪？即係唔會有人嚟查我哋噶啦。但係事實就證明咗啦，佢哋呢個判斷咧係錯嘅。正就係因為呢場恐怖襲擊咧，就竟然幫咗警方覺得啦，奧姆真理教咧係真係可疑嘅。咁由呢刻開始啦，奧姆真理教咧就正式成為警方鎖定嘅頭號目標啦。咁而呢個教會嘅命運咧就開始進入倒數咯噃。地下鐵沙林事件2日之後，即係1995年嘅3月20號咧，3月22號啦，唔好意思警方咧就終於咧展開呢個全面行動咯。好多警員咧就戴上呢個防毒面具啦，就突擊搜查全國呢個真理教嘅相關設施。咁呢次行動咧就被譽為戰後日本最大規模強制搜查之一嘅，全國嘅電視台咧幾乎都係全程直播嘅。咁入到去之後咧，眼前嘅景象咧都令到好多人眼突嘅。原本應該係咩宗教修行嘅所謂沙提安啦，即係呢啲咁嘅設施啦，裏邊竟然出現咗大量呢個化學工廠啦，大量呢個有劇毒嘅化學品啦，防毒面具啦等等嘅，同埋一啲咧軍事級嘅研究設備啊。呢度睇落去咧，完全唔似一個普通嘅宗教場所啦。反而咧似一個秘密嘅軍事研究基地。咁而警方更加發現就係奧姆研究咧就唔係淨係得沙林啦，佢哋甚至咧係曾經培養呢個肉毒桿菌啦、炭疽菌啦等等呢啲高危嘅生物武器添。而且咧佢哋仲曾經咧買入呢個前蘇聯用嘅直升機，甚至係秘密研究呢個自動步槍啦。所以越查咧係越得人驚嘅。因為所有證據都顯示啦，奧姆真理教唔係講笑嘅，佢哋係真心咧想向國家宣戰嘅。
咁喺呢場咁大規模嘅搜查之中咧，最重要嘅人物咧係冇出現到嘅。教祖麻原彰晃咧係失咗蹤嘅。警方嗰陣時係揾唔到佢嘅，咁傳媒咧出現咗各種呢個猜測啦，就話係咪已經著咗草去咗呢個海外咧？會唔會係有啲咩地下設施咧？咁甚至有人傳佢係已經死咗嘅。咁各種消息咧就滿天飛啦，咁之後全國咧都係通緝緊佢嘅。時間咧又過咗差唔多2個月咯喎，去到呢個1995年嘅5月16號啦，警方咧終於揾到呢個麻原彰晃啦，地點就係呢個第6沙提安即係設施啦，其中一個設施啦嘅一個天花板上邊夾層入邊即係天花板上面個夾層啊。咁上到天花板嗰度咧，揾到一個好窄嘅秘密空間啦。咁入邊咧就係有麻原彰晃匿埋咗喺度嘅。揾到佢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好奇，即係點講咧？曾經咧佢話自己係救世主啦，又話有咁多信徒係誓死追隨佢啦。但係咧揾到佢嘅時候咧，個形象係完全唔同嘅。有啲人啦，即係有報道話啦，揾到佢嘅時候咧，佢身邊係有好多零食嘅，真係有咁講嘅。完全冇晒嗰啲咩所謂嘅神聖光環。咁麻原彰晃咧就俾人拉咗啦。咁成件事就梗係唔係咁樣完法啦，因為咧你拉咗之後都係一個好漫長嘅開始嚟嘅，就係審判啦。嗱，接落嚟嘅展開就係咧日本史上規模最大嘅大型審判啊！有呢個地下鐵沙林事件啦、松本沙林事件啦、坂本律師一家殺害事件啦。同埋仲有其他大量嘅犯罪案件咧，咁檢方咧都逐一提出呢個起訴嘅。法庭嘅審訊咧就持續咗好多年啦。咁而之前咧喺教會入邊做幹部嗰啲人咧都陸續出嚟作供啦，咁就揭開咗呢個，即係慢慢揭開咗呢個真理教入邊一啲冇人知嘅黑暗真相啊。咁包括就係呢啲被扭曲嘅思想啦，嗰個波亞思想啦，同埋教會入邊咧一定要係絕對服從啦，同埋頭先講嗰啲奇奇怪怪嘅頭盔嗰啲嘢咁樣啦，即係你講出嚟咧都嚇親好多人嘅。咁好明顯主謀就梗係呢個麻原彰晃噶啦，但係咧佢喺庭上邊咧長期係保持呢個沉默嘅，但係有時咧佢又會講一啲令人聽唔明嘅説話噶噃。最後咧就去到呢個2004年啦，法院咧就作出一個審判嘅，就係判咗呢個麻原彰晃死刑嘅。咁之後經過多年嘅上訴程序啦，案件終於咧進入咗呢個最後階段啦。咁其實時間咧已經係不知不覺咁樣過咗去20年噶啦，即係過咗20幾年噶啦已經啊。到2018年7月6號啦。距離呢個地下鐵沙林事件過咗去已經23年㗎啦，咁日本法務省咧就正式執行咗死刑嘅麻原彰晃咧，同埋多名呢個奧姆真理教嘅核心幹部咧就先後被處決咗嘅，最終咧就係有一共13個主要幹部被執行死刑嘅。由1980年代一間細細地嘅儒家教室開始啦，到而家咧有成幾千個呢個信徒嘅宗教帝國，再到呢個製造化學武器啦，再策劃呢個恐怖襲擊殺害無辜嘅市民，奧姆真理教事件呢係成為咗日本戰後最嚴重嘅恐怖襲擊案件之一嚟嘅。同埋呢件事咧，亦都提醒咗好多人，就係話咧，原來即使你高學歷啦，你好理性啦，你好聰明都好啦，都有可能一步一步咧，俾人用呢個思想去操控你噶。咁地下鐵沙林事件咧發生到而家咧，已經係超過咗差唔多30幾年噶啦。咁奧姆真理教呢場噩夢咧，其實係未完全消失晒嘅。咁今日咧，當年呢個教會啦，呢個即係奧姆真理教啦，已經係瓦解咗嘅。但係咧，部分組織咧，仍然係以呢個新嘅名稱啦繼續存在嘅，就係例如呢個阿雷夫啦，同埋光之輪嘅。咁佢哋咧雖然都同外界強調啦，話已經同過去係劃清咗界線噶啦。但日本調查廳咧一直都認為啦，部分嘅組織到而家咧都仲係有呢個麻原彰晃嘅思想影響嘅，所以到而家咧佢哋都係被監視住噶。咁地下鐵沙林事件最終咧係造成14個人死亡啦，超過6000人受傷嘅。
咁直到今日啦，仲有好多人係有呢個後遺症啦，有啲人係有呢個 PTSD 啦，亦都有人咧係永遠失去咗最愛嘅家人嘅。咁雖然咧成件事已經係完咗啦，但係亦都仲有好多人問一個問題，就係即係頭先都講過啦，點解當年咁多咁叻嘅年輕人咧會走去幫佢咧？同埋另外一提就係點解日本會冇垃圾桶咧？就係因為呢件事啦。好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咗呢個奧姆真理教事件啦，咁非常之長，好多謝大家聽到呢一度啦。咁其實呢一集都分開咗2日去錄嘅，因為咧把聲講下會冇，我都停咗好多次，要食翻嗰啲咩龍角散啊，龍角散又咪有龍角散呢個食得太多好似唔係好 work 咁啊，所以我都要諗下點搞。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俾翻個 like 我啦，因為都真係冇啊，把聲講下都沙晒，自己都 feel 到好難聽。咁其實開頭咧，我都有聽過呢個東京地下鐵沙林事件啦，奧姆真理教我都聽過嘅，即係冇乜可能冇人聽過，你明唔明啊？但係中間究竟係有幾 detail 嗰啲咧？我真係要做咗呢一集，我自己先學到嘢咯，我先知啦。咁所以有時我覺得我做呢個台啦，我吹呢啲片啦，除咗同大家分享之外咧，我自己本人都學咗好多嘢。所以我覺得即係 win-win 啊，我覺得幾好嚇。咁好啦，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啦。我仲有幾個頻道，有興趣朋友都嚟睇下。